天使靈氣在人間掛羊頭賣狗肉，呢個係我嘅體質。喺帶天使靈氣工作坊之前，我會感受到學員嘅唔舒服，而且唔舒服嘅現象會一直延續去到工作坊當日先至解除。坦白講，呢種經歷真係痛苦而難受㗎，但係佢同時亦都提供咗啲信息，讓我明白到即將要嚟上課學員嘅身心狀況。今次帶專業執行師工作坊之前，我冇特別感到唔舒服，只係唔知點解諗起觀音上師。於是喺工作坊前一日，我做咗一次揚聲大師參與療癒，邀請天使同埋觀音上師嚟為我做療癒。自我療癒之後，我感覺天使嘅能量已經消退，但觀音上師嘅能量一直都喺我身邊。於是我就問啦：觀音上師係咪有乜嘢事情呢？啱啱講完呢句說話，我眼前就出現咗津津嘅笑容。津津係一名牙醫，喺台北東區開咗一間牙科診所。佢睇起上嚟成日都好似好忙咁嘅樣。佢嚟上課嘅時候，匆匆忙忙咁進入課室啦，落咗課之後又匆匆忙忙咁離開。我問觀音上師：津津究竟點呢？冇幾耐，我眼前就開始浮現咗幾個字樣。啱啱開始嘅時候模糊不清，後來慢慢聚焦，呈現出名不正言不順呢6個大字。津津點樣睇都係一個好好小姐。點樣會名不正言不順呢？我知道佢同觀音佛菩薩有好多好深嘅連結。喺學習天使靈氣之前，亦都學咗好多嘅法門，經常喺幫人睇牙齒嘅時候，偷偷為人消災解業。於是我再問觀音，請觀音上師明示。漸漸喺我眼前出現咗一個畫面，一個掛住羊頭嘅鋪頭，攤子上賣嘅就係狗肉。我而家明白觀音想話俾我聽嘅就係掛羊頭賣狗肉。工作坊開始啦，我請學員傾下點解會嚟呢個工作坊呢？你哋準備好成為療癒師嗎？津津話俾我聽，佢好想成為療癒師，但係佢喺度諗緊一啲嘢。於是我問津津：你係咪驚為人療癒嘅時候帶嚟一啲唔好嘅影響？津津臉上露出又愛又怕嘅表情。係啊，每次幫人哋做完療癒之後，我都會覺得唔舒服，同埋會好攰。甲同學就問啦：點解會咁㗎？傳送天使靈氣係唔會沾染到其他人嘅病氣同埋濁氣嘅喎。乙同學就話啦：係啦，天使靈氣好安全㗎。而津津就話俾佢哋聽：我唔係用天使靈氣為人做療癒。乙同學又再講啦：你覺得唔舒服，咁你快啲用天使靈氣嚟到自己做療癒咪得咯。津津就回答啦：我每日忙到根本就冇時間做自我療癒。丙學員就建議啦：你可以瞓覺嘅時候瞓喺床上做自我療癒，你瞓着咗都唔緊要，天使會自動幫你完成呢個療癒。反而甲同學就好好奇咁話：咁你究竟用乜嘢方法為人哋做療癒㗎？津津就回答啦：我綜合自己所學，用自己獨特嘅方法，咁多年，我只要接觸到患者就會知道佢哋嘅情況。我時時都偷偷為一啲身體唔舒服嘅人做療癒，亦都偷偷為嗰啲卡咗陰或者業力嘅人係做處理。同學們都異口同聲咁話俾津津聽：你過咗界啦。講到呢一度，我就順便將觀音嘅訊息話俾大家知道。親愛嘅同學們，業力冇好壞，佢唔係處罰，亦都唔係報應，佢係一種嘅教導，好讓我哋明白種乜嘢因得乜嘢果，要對自己嘅一切負起責任。業力係宇宙同靈魂嘅精心設計。如果一個人仲未喺課題中畢業，我哋唔能夠隨意攞走佢嘅功課。津津偷偷為人處理業力，出發點雖然係慈悲，但係就攞走咗人哋嘅功課，未有經過當事人嘅同意而擅自攞走人哋嘅功課，呢種係不被允許，所以津津會覺得唔舒服，能量耗竭嘅一種現象。觀音上師係業力委員會嘅成員之一，佢非常之愛我哋每一個人，佢特別請我係轉達，以牙醫之名行銷業之實係名不正言不順，掛羊頭賣狗肉。我將呢個信息
係話俾大家聽，大家都笑成一團，而津津亦都明白到自己真係過咗界啦。藉住津津嘅事例，揚升大師、觀音亦都讓療癒師們對療癒有更深一層嘅理解。感謝觀音上師嘅教導。細說天使靈氣，同學們一旦報咗名天使靈氣工作坊，喺開課之前就會經歷過肉體、情緒體嘅清理，可能會有類似感冒嘅症狀，或者係舊病復發啦、情緒大爆發、睡眠擾亂等等嘅現象。喺工作坊開始之前嘅7日左右，有啲工作坊嘅帶領人會體驗到佢正在代該團體係做清理，而處理一啲唔係自身嘅病痛或者係情緒。呢個時候帶領人一定要明白呢個唔係自己嘅問題，而盡可能敞開自己，係讓呢啲能量清理係流經自己，而整個過程都係工作坊之前嘅一種能量準備。天使靈氣嘅療癒師係天使，天使永遠知道被療癒者嘅狀況。當一個人嘅業力仲未被允許移走之前，天使唔會隨意係攞走佢嘅功課，所以為人傳送天使靈氣好安全，唔會涉及到別人嘅因果業力。至於揚升大師參與療癒，呢個療癒除咗祈請天使為我哋療癒之外，亦都會邀請揚升大師嚟到一齊係做療癒。揚升大師就係指一啲曾經喺地球做過人，佢哋完成咗種種轉世考驗、開悟正道嘅一啲聖賢智者，死後回到光中而被稱為揚升大師。當為個案做療癒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藉由見到個案佩戴嘅一啲項鏈啦、佛珠啦，或者談話嘅內容，而知道個案嘅宗教信仰。咁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可以邀請個案相信嘅揚升大師嚟到參與療癒。咁嘅時候，呢個療癒對於個案嚟講會更具意義。